唔夠運動，可能會令大家身體嘅某啲問題更加嚴重。呢樣就係膝頭痛。事實上，膝頭痛近年有一個新趨勢。我左邊膝頭最近痛到不得了，我條腰同膝頭哥會痛，係。一直以嚟，膝頭痛都被視為年紀大嘅人先會有嘅病症，但係而家有年輕化嘅趨勢。呢個現象其中一個原因就係現代人都有嘅某樣嘢，究竟係乜嘢呢？佢就係佢智能手機。嚇，係智能手機。目前全日本嘅膝頭痛患者，包括未發病嘅隱性患者，總數高達3000萬人，即係每4個日本人就有一個膝頭痛患者。而其中一個成因就係智能電話，而且家庭主婦就更加要提高警覺。最易患上膝頭痛嘅係家庭主婦。面對膝頭痛呢個國民病，我哋會介紹出乎意料嘅成因同埋佢嘅治療方法。膝頭痛呢個病，人人都有機會患上，一旦忽視佢，後果可能會不堪設想啊！大家一於趁呢個時間檢查膝頭嘅狀態啦！電視機前面嘅觀眾都一齊嚟啦！第一樣要檢查嘅就係膝頭可唔可以正常伸直。首先就係請兩位咁樣伸直對膝頭哥。係。冇錯就係咁，膝頭哥用少少力都冇問題。keep 住呢個姿勢，將你對手伸到膝頭哥下面，睇下有冇罅位攝到你對手入去。要預防膝頭痛最重要嘅就係膝頭要夠柔軟。膝頭下面攝得入隻手，就代表膝頭冇伸直，即係話膝頭係硬嘅，唔夠柔軟。兩位嘉賓又點呢？完全攝得入啊！手指互撞都得。我都完全攝得入啊！係喎，完全攝得入。你睇好多罅位。真係喎，對手攝得入。係咯，可以喺罅位睇到對面。唔係啊嘛？嚇！咁就即係代表兩位嘅關節囊有啲硬啦，都唔夠柔軟。膝頭哥伸唔直？係啊。無論係 Marshall 定安娜女士，膝頭都有啲浮起，唔能夠完全伸直。第二樣要檢查嘅係膝頭可唔可以正常咁彎曲。身體向後挨或者呢個姿勢，然後揸住隻腳腕嘅位置試下腳踭掂唔掂到你嘅屁股，就係要檢查呢樣嘢。當腳踭掂到屁股，就代表膝頭能夠完全彎曲。但係如果膝頭硬嘅話，咦？點會㗎？點會㗎？醫生，掂唔到。安娜女士，你咁嘅對手好用力咁壓住喎，好用力啫。唔得嘅咩？等陣啊！第二個檢查，兩位嘅結果睇嚟都唔係咁理想。我仲諗安娜女士你對腳咁靚，結果就估唔到咁咁硬，膝頭哥硬邦邦。真係好硬，咁渣㗎。大家唔使擔心，我哋會傳授一啲運動，令硬邦邦嘅膝頭柔軟翻。第一招係用嘅話，就可以令膝頭彎得翻嘅運動。最重要係令關節囊變翻柔軟，等佢可以彎到極限，預防膝頭痛。我哋可以用呢樣嘢做一啲伸展運動嚟達到呢個效果。哦，網球係將網球夾喺膝頭下邊，用雙手撳住小腿，少少痛咁彎住膝頭，維持姿勢30秒。由於膝頭平時承受身體大部分重量，會一直被壓住，而呢個運動就能夠伸展膝關節，改善硬邦邦嘅問題。呢個運動仲係立即見效添。哦，係咁，我哋一於試下。係試下啦。呢個運動係運用緊槓桿原理。好啊！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，真係好痛，好痛！
痛到彎唔到啊！呢個位叫咩名話？好痛啊！小腿脹起呢一忽，好痛啊！好痛啊！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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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而家我有鏡頭影住都唔想理啊！點講好咧？唔係淨係痛啊，係痛得嚟幾舒服。係啊，你捉到個位就會幾舒服。不過都係痛啊。係啊，我唔得啦，冇晒感覺。啊，證明我哋關節真係好硬啊。嗯，哦，開始舒服啦。係喎，感覺膝頭哥開始鬆開咗。冇錯，差唔多30秒啦，咁就做埋另一隻腳咧。哦，大家真係要做下，膝頭哥輕咗。係啊。哦，我右邊膝頭冇咁痛。係喎，我都係右邊膝頭冇咁痛。嗯，睇嚟左腳平時受壓多啲。冇咁痛就代表你嘅關節囊鬆啲，比較柔軟。睇嚟係因為姿勢唔好。第二招係用嘅話，就可以令膝頭伸得直嘅運動。借助凳或者樓梯，先將隻腳放上去上面，然後用力撳住膝頭上方，令膝頭伸直到極限。撳住膝頭哥嗰陣要夠大力。哦，最初做嗰陣難免會覺得再用力撳會唔會整傷膝頭哥，不過總之試下用力撳落去。而家就請兩位挑戰啦。哇！覺得點啊？土澳女士覺得點啊？呢個位伸直緊。啊，咁就好啦。我 feel 到呢條筋係伸直緊，啊，好舒服。唔止係股四頭肌，連比目魚肌同肥腸肌都會同時間得到伸展。好舒服啊！如果膝頭唔能夠伸直，當膝頭痛嗰陣，腳後側都會痛。例如阿基里斯腱咁，所以呢個運動可以預防呢個問題。真係喎，就算用力撳，原來都唔痛。係啊，好舒服啊，成隻腳好鬆，伸到直一直。好舒服啊！既然係咁，我哋而家用翻頭先嘅方法，檢查下兩位嘅膝頭柔軟咗幾多啦。伸直對腳，攝對手入去。我都記得。哦，睇下我，佢咯，你仲攝到嘅？雖然仲攝到，我一眼就睇到效果。勁咧，而家攝唔入土啦。澳女士而家攝唔入啦。我冇講大話㗎。那位窄咗，真係窄咗。頭先真係好鬆動，而家窄咗好多。你而家望唔到對面啊？嗬？望唔到啦，衰你！犀利。係咁，佢哋彎曲方面又點咧？哦，而家掂到屁股啦，我叻得唔得啊？掂到啊！今次掂到啦。今時今日，每4個人就有一個受膝頭痛困擾，其中一個最大嘅原因就係現代人不可或缺嘅某一樣工具，就係佢智能手機。膝頭痛嘅成因居然係智能手機，究竟點解會咁嘅咧？智能手機會為膝頭哥嘅關節帶嚟好重負擔，因為做慣低頭族，頸椎就會變手機頸，呢種情況喺年輕人之間好常見。呢個病又叫做直頸，係指頸椎嘅天然弧度逐漸消失，變到直一直嘅狀態。一旦頸椎失去弧度，頸部嘅承受力就會降低，結果唔足以支撐成個頭部嘅重量。做慣低頭族，唔止影響膊頭同腰部，仲會損害膝頭。係咁，一旦頸部承重過度，會為膝頭帶嚟點樣嘅問題呢？當睇手機嗰陣時，好多人都係下巴向下垂，頭部就伸出嚟，通常都會變成咁。一旦呢個姿勢保持得太耐，頸部關節就會俾姿勢固定咗，變得僵硬。當變成咁嘅話，就唔止頸部會出問題，為咗彌補頸部承托力，腰部同膝頭都會長時間彎曲，即係膝頭都會同時加重咗負擔，最終就會導致膝頭痛。由於手機頸導致膝頭損耗，呢個就係膝頭痛患者近年急速增加嘅原因啦。係咁，而家就等我哋檢查下安娜女士同 Marshall 有冇手機頸呢個問題啦。
喺嘉賓正後方距離80厘米嘅位置擺咗張包剪揼嘅牌，而嘉賓要呢個係包，好明顯係包嚟。膊頭唔喐，擰轉頭咁睇。如果好似安娜女士咁睇到就係正常，睇唔到就有可能係手機頸啦。未試過都覺得我會睇唔到。都難怪嘅。咁 Marshall 係點咧？睇嚟望唔到。麻煩曾田先生條頸擰向右，睇下望唔望到？我完全睇唔到，唔係啊，咁大劑，你講真㗎？完全睇唔到。塊牌係黃色個嗬，淨係睇到有塊黃色牌。居然係咁。好，係。嚇？咁今次就試下擰向左啦。咁大劑？左邊都出事喎。佢咯。咪住，真係完全睇唔到。係咪剪？條頸可動範圍太細，係啊，睇唔到。好明顯係手機頸。手機頸。跟住落嚟，我哋會介紹膝頭痛嘅成因，手機頸有咩改善方法？第一招，撳下爬體操。首先背脊伸直，頭向前伸，然後用手指撳住下巴尖，用力將個頭向後推。姿勢唔好嘅人，通常都係頸部伸前，下巴向上，而且會有駝背嘅傾向。如果要改善呢個問題嘅話，可以試下用拇指同食指撳住下巴尖，將頭部推向後邊，將個頭移翻去後邊嘅位置，令到頭頸同背脊嘅線條變翻直，用力咁推。假如做唔到嘅話，可以借助背墊都得，背脊貼近咁坐，再用力咁推條頸。如果關節太硬嘅話，就會有聲，咁所以就算有聲都唔使意外，總之就用力撳落去。我 feel 到啲穴位好似痛痛地，係啊，一撳落去就痛痛地。撳落去，再喺呢個狀態伸條頸出嚟，1、2、1、2，係啦，好犀利！條頸後面嗰啲穴位熱熱地，感覺通咗，好舒服，好舒服嚇。手機頸嘅改善法第二招，胸椎伸展操。張凳淨係坐前半截，舉高雙手，心口向後傾。關鍵係肩胛骨下面嘅部分一定要掂到椅背先得㗎。一旦條頸伸前，背脊就會駝背，代表胸椎彎咗。既然啱啱已經撳低翻個下巴，而家就將胸椎向前伸啦。而呢個體操係要靠椅背幫助嚟做。坐喺張凳前半截，再挨落去，肩胛骨嘅胸椎會掂到椅背，跟住再舉高雙手，將成個背脊向後傾。多謝你啊，醫生。多謝你啊！呢個動作喺10秒內要做2次。如果肩胛骨比較僵硬嘅人，做呢個運動係好有幫助嘅。肩胛骨下面要掂到椅背，冇錯係。做完運動 ，Marshall 嘅手機頸有冇改善呢？而家再測試一次啦。係咁，首先擰轉右邊睇下，向右邊。好咗喎！真係好咗，我睇到啦，我都睇得出。我係睇到㗎，扮睇到，真係睇到㗎。我頭先完全睇唔到，只係勉強睇到黃色。今次真係睇到，有隻手係咁，大概咁上下，係咪剪啊？睇下先，睇到隻手係咁，啱。哦，真係剪，係咪啱？啱。耶！情況好咗嗬？係啊。哦，真係剪。哦，咁就做埋左邊啦。我換個張牌先。犀利啊，好咗好多。搞掂。得啦，係。咁我左轉啦。你頭先轉多咗。睇到啦，睇得多咗。咁嘅，又有隻手係咁樣，睇到隻手係咁樣。係。跟住終於睇到啦。
係乜嘢？係剪啊！哦，哇！叻仔，叻仔，叻仔，今次我睇到隻手係咁㗎。犀利！係啊，真係好咗，成個世界仲好似光咗，係啊，好光。即係我 keep 住做嘅話，冇錯，只要持之以恆咁做，情況一定會改善。大家都一定要試下。係，我會 keep 住做。好多謝你。多謝你。